扎西德勒，扎西德勒，非常谢谢仁波切。首先，我想要请教仁波切上师，为什么要发心举办这次的三大利益功德大法会呢？主要呢，我们所有的修行人来说的话，经常不断的努力做功课，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的最重要的我们要做的事情，而且这就是我们的修行。特别现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世界，人民都是有受到一些疾病等等各种各样的影响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尤其是在一个宗教团体来说的话，那么这种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举办一些法会，然后回向所有的众生，回向所有的这些往生者，还有回向所有的受难者，为他们做一些祈福，为他们做一些超度，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来说的话，我们台湾左倾大圆满佛学会也是举办了各种大小的很多的法会。那么这次也是一样的，在台湾这边趁这个殊胜的时间又再一次的举办一个更殊胜的法会，主要都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世界和平，然后全球的经济，然后就各个方面，那么就为了越来越好，然后为了疫情早日平息，然后在人们的那个生活当中不要有太多的困难。特别呢，就是我每一个修行人都主要是为所有的众生是没有分别念的，都是要度化的对境。但是最主要呢，那一生当中是自己有缘的众生才是最重要的。那我本人来说的话，就是在台湾已经是来到台湾已经很长时间。那我跟台湾的所有的人们都是有一定的感情，也是这就是我们的缘分，所以也是为了台湾做祈福法会，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样。谢谢仁波切，正如上师刚刚所说的，因为疫情影响大环境，所以在新春时节举办这大法会极为殊胜，极为重要。那么新春期间，很多民众除了求平安顺利之外，最需要的就是求财了。尤其是现在的疫情影响，连带很多的行业收入都锐减。在这里，我们要请上师特别介绍一下莲师财神总结灌顶法会。是的。因为我们这次呢，主要是我们藏传佛教尼玛派最重要的主持莲花生大师以及隆钦然将巴尊者，这两位来说的话，在我们藏传佛教尼玛派里面的话，最重要的传承主持。那么，所以我们就是在隆钦然将巴尊者的纪念法会是主要修持的就是回供法会。那么所谓的回供呢，就是为了要增加我们的福报。那么我们用时间的语言来讲的话，就是说要怎么说呢？那个财富那么在这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要圆满福报，那什么都是会圆满的。所以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下午做那个莲师财神总计的灌顶，也是一样的，增加所有的信众、所有的参与者的这个福报。那么福报圆满了，那么就什么都圆满。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所有的人类的生活也好，人类的彩云，自己努力就可以。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还是有福报才是会什么都圆满的。那么没有福报的话，再努力也是不会圆满。但是有福报，然后再加上努力，那就会更圆满的。所以我们最主要也是为了所有人的福报圆满，所以就是要举办这次的财神法会。尤其刚好也是趁这个新年的这个怎么说呢？新年的祈福法会，
谢谢仁波切的说明。待会儿我们就准备要请仁波切亲笔题字了。而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希望透过仁波切大师的金口，来对我们所有的台湾人民以及信众给予祝福，或者您有什么心愿，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今年是猴年嘛，猴年行大运，吉祥如意，恭喜发财，招财进宝，财源滚滚，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就是祝福所有的人欢喜充满，谢谢大家。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因为这几年的疫情的方面也好，各个方面形势都比较紧张，但也是人们的心里呢，就是不要特别的恐惧，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大的灾难，都是跟众生共通的福报跟业力有关系的。所以呢，就是大家为了整个的这个世界人民，为了全球，也为了自己，所以经常呢多做善事，断除这些恶愿跟恶业。谢谢大家。Om